兄弟平安，真正欢喜，今日会当甲落做礼拜。虽然抑个毋是圣诞节吼，今年的圣诞节是24号，是25号，是伫拜三。咱教会伫礼拜二的暗时8点，有完有一个礼拜吼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毋过今日主日，咱甲当作是庆祝耶稣基督生日特别的圣诞主日。咱来亲近上帝的话进前，先同心来祈祷。阿爸爸，这是出自你的恩典，你找见耶稣基督圣子，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甲阮同款成做人。用安尼的款式，带来你的救赎，互阮每一个人，得到这个恩典的人，会当成做你的囝儿、你的查某囝，成做上帝国百姓。阮真心来感谢你，你这信心即马临到阮的中间，当阮亲近你话语的时阵，帮助阮面对。嘛会帮助阮将阮所面对一切，会当实践出来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所以这里上后面的兄弟，敢有听到我的声 ？OK， 好。这有特别安排吼，为这个月为这礼拜开始，咱已经进入马可福音吼。较大咱思维，咱为囡仔已经有念过啊，吼，第1章第1节到16节。各位兄弟，咱来观察看卖啊，吼，咱搁看咱的经文吼。主要说基督伫马可福音内面讲的第一句话是啥话？主要说基督伫马可福音内面伊所讲的第一句话是啥话？你啥？上帝的囝，耶稣基督的起头，这讲耶稣基督讲的。这是马可福音的叙事者讲，我是讲耶稣伊亲身讲的话，伫马可福音第1句啥话？耶稣在马可福音讲的第1句话是哪一句话？他们吹一下，第几节？啊？他们念出来，第几节？是不是咱今日的经文第上尾仔15节对无？来，这可能无电哦，来按下去。第一句话这是对不对？嘛。你就方会来什么？来信主哦，很好。4本福音书哦，无共款的记载。伫马太、约翰、路加，耶稣第1句讲话拢无共款。毋过敢若马可福音，耶稣所伫记载所讲的第1句话，是对这人讲的，是对这人讲的。其他伫路加福音、伫约翰福音。伫马太福音，拢毋是哦，拢毋是对这人讲。马可福音的安排，做特别。伊讲即句话讲，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应该悔改来信主哦。咱来看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伊讲的这第1句话吼，有啥物意思吼？回头来看，日期满了，日期满了，这毋是咱汉人吼。不是我们台湾人会讲的话，咱若讲日期满了，咱怎讲？啊？时间到啊，时间到了，是讲日子什么？到期了，时间到期啊！啊，毋过伊要来人吼，伊些人伊的观念，
那因个观念，迄个时间不是线性的吼。那亲像一个杯仔内面有，你甲滴水，甲倒水吼，啊倒，到尾啊嘛，满出来啊吼。伊个概念是安尼讲，时间满，日期满，好，啊这个日期哇，自己按出来了。这个日期是什么？啊，盖好，什么日期？哇咧，好，是妖怪日子吼，就是伫旧约先知常常讲妖怪日子安怎，当妖怪日子到的时阵安怎，就是这个人伊伫咧天后，吼讲哇，毋茫妖怪日子紧到，就是上帝要掌管迄个时阵，迄阵耶稣基督行出来，这人讲日子满了，意思是讲啥？妖怪日子到。这对咱来讲无啥物感觉哦。那以色列人讲到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审判的意思，审判，就是审判的意思，就是上帝降临要做王的意思。啊，就是以色列人翻身的意思吼，他们翻身的日子到了。好，日期满了，伊讲上帝的国经啦，哦，上帝国君啊。安尼来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上帝国？什么叫上帝国？吼，对啊，这什么叫台湾国？啊，你讲无啦，有啦，你甲你讲有啦吼。台湾国表示什么意思？台湾国的范围是什么？这范围是偌大？台澎金马，是不是？国的观念不只是吼台澎金马哦，不只是安尼哦，认同台湾的地方都变台湾国，啊，这个国的观念不是安尼哦，不只是迄个所在台澎金马，咱若台湾若甲任何一个国家有邦交，是不是？有邦交的时阵，迄个国家咱会离迄个国家有一个啥物话？大使馆还是领事馆对无？哦，迄个馆是啥物人的？所以任何发生伫迄个馆内面的代志，是迄个国家馆，还是咱台湾馆？台湾馆。所以你这个观念去看，那个领事馆、那个大使馆，嘛是属于台湾国哦，知影意思无？属在台湾国的主权哦。所以你要咱要安怎去？定义吼，定义讲这个上帝国什么意思吼？就是上帝主权啊呐，所教。我无讲所在吼，是安怎无写所在吼？因为这包括空间甲时间的观念吼，就是讲上帝主权会当涵盖，会当去涵盖的范围吼，就是上帝国。这个是上帝国，所以耶稣你讲上帝国近啊，安尼教袂？上帝国近了，安尼教袂？啊袂吼，因为这奇怪，这个翻译很斟酌，你看安尼翻译的吼，其实原文吼是讲快要实现了哈，那么哥很不幸的哈，以希腊文。快要实现，各用过去式，安尼什么意思？啊是搞袂，是实现了袂？啊你得快要实现，那个用过去式。咱的汉文啊讲快要实现是啥意思？未来式啊。所以伊快要实现，个是用过去式，啊表示讲搞袂，实现了袂？实现了袂？实现了袂？啊，毋过明明无啊，所以咱怀疑讲近了。咱即马来看这是什么概念吼？上帝国伫耶稣降临的迄阵，迄个时阵到底是实现，还是还未实现？当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临到这个世界，你什么意思知影无？是本来是上帝，啊，即马成做啥物？成做人。这是一款的图画哦，咱来想象一下，就是上帝裂天而至吼，
上帝临到人的世间，伊亲身插手到人的世间。安尼，这个上帝国有到无？上帝国是不是来临了？是嘛？那么哥，咱们搁讲到上帝国的概念是上帝主权安怎？完全实现，迄个毋则搁完全的上帝国。所以哦，当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的时阵，这是上帝国已经到啊。啊，毋过安怎？啊，袂安怎？啊，袂完全掌握。这个概念吼，有一个神学家吼，一个西约的神学家伊安尼讲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伫欧洲上大上关键的一个战役是做一个战役。咱讲6月6日啊，断肠时是不是？迄是什么战役？诺曼底登陆对无？好，那一场战役都凄惨，很惨烈。怕嘞，那个战役谁赢了？上扬，盟军赢对无？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尾，结束未？结束未？也未。啊，毋过迄场战争决定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安那，输赢就已经出来。你用这个观念去想象，上帝国已经临到啦，已经临到啦。啊，毋过伊完全啊未，啊未。所以是为谁开始临到？为当时开始临到，上帝国。耶稣基督降临对无？啊，当时的完全，配合这当时完全。讲无人要插我，要过年呢？当时完全，什么时候完成？完全，上帝国完全实践。咱会讲是耶稣呐，佮来迄时吼，第二届降临迄个时阵。哇，安尼代志大条，各位兄弟，咱是活伫什么款的情形？咱所有的人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期？上帝国已经安那降临，啊，毋过咱是活伫上帝国已经降临到上帝国安那完全的这段时间，哦，上帝国已临到未然，已然的这段时间，这段时间就叫做末世啊，末世叫做末世。我们真的是有幸哦，这个荣幸会当活这段时间。耶稣基督道成肉体，伊甲上帝国带来这个世界。啊，毋过咱要参悟的是，到尾啊，耶稣基督第二届来的时阵，那个完全吼，迄个完全吼。啊，伫这款的时期，人爱过什么款的日子？伫这款的时期，人爱过什么日子？耶稣讲啊，伊讲啥？伊讲你知安怎？来悔改。哦，咱来去翻做欢会，袂歹吼，等下来解说。悔改是啥物意思？悔改毋是后悔，后悔甲悔改有啥物差别无？啥物差别？咱做毋对代志，咱若发现咱做毋对代志，咱心头拢会安怎？会后悔袂？后悔是嘴咧讲啦。啊，嘴咧讲吼，有当时嘛无讲出来，敢若心头在惊尔吼。安尼，哎呀，这期买唔对去啊！有后悔无？安尼有后悔无啦？有吼。啊，毋过有悔改无？无啊，后期嘛搁买袂对无？所以讲。后悔跟欢悔不赶快，悔改哈，你看那个有一个后面那个改是一个什么行动，对不？那等于讲欢悔，那个反呢，嘛是一个在符合希腊文悔改的意思。悔改就是安那，转头啊，转向，所以咱讲欢悔，那个反就是这个意思嘛，对不？好。
咱若讲较简单的意思就是讲哦，我本来是安尼做，我悔改啊，所以我即摆安怎，无搁做，这就是反悔的意思，这就是悔改的意思。耶稣讲，着反悔来信福音，着反悔来信福音，来信福音，等一下解说。着反悔，反悔对人来讲有容易无？对下这，后悔最容易啊，对不？后悔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啊，反悔咧、悔改咧，有容易无？无，因为咱人哦，无介意悔改吼，无介意反悔，咱较介意啥货，你知无？咱较介意用后的啦，啊，着做唔对伊吼，着继续甲安怎，甲拗落吼，靠有一天会安怎变我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们都不是这样子哦，我都这样子呢，我拢常常用拗的呢。我是一个路痴吼，大家拢知影对无吼？啥物叫路痴？就是出去就安啦，出去就无去啊，吼。啊，我若开车吼，做严重的时阵，就是讲，迄眼镜若一发动吼，我就迷路了吼。安尼算不算路痴？啊，我迷路吼，塞车咧迷路吼，咱想着讲，迄路是西伫对，伫喙吼。啊，毋过吼，你愈是路痴吼，你就愈无爱共问，你知无？是不是？哦，你一直甲驶落吼，啊，这问讲吼，即摆路拢看无伫倒位吼，啊，毋过我若搁较驶落吼，就会当忽然间安怎，就找着啊，对无？哎，你们都跟我不一样，没有人跟我同国吼。好，安尼，车一直驶落吼，一直要甲驶咧，想讲吼，我一直驶，一定有一个所在，互我认出来，讲这什么所在，对无？啊，你们真的都跟我不一样哦。我有一摆吼，印象之深，我伫美国要去找一个朋友，伊住伫迄个社区吼，住宅区。美国很大嘛，他那个住宅区跟咱台湾无共款。咱伫师大路就知影，这个是住商啊啦，人做伙对无？伫美国的土地吼，那个 zone 的观念最重，那区的观念最重。这是住宅区，你就袂当卖物件，这商业区吼，开当卖物件，因这个观念最重。啊，伊住宅区，你若去迷吼，很容易迷路。伊的路拢毋是直的，用歪高是错。伊标工做，你歪高是错，你要找人真歹找。有一天吼，我无去记迄个 direction， 我干那找地图。一直找到吼，路找着啊，号码嘛接近啊，我要去什么所在？1208，找着1202啊，安尼有感谢上帝无？已经找1点钟啊吼，1202，即摆搁驶过是偌济？1246啊，哈利路亚要找着吼，啊即摆搁找着是啥？1206。路无去啊，无路啊！啊，明明就到1206啊，佮无路啊！这1208是伫对？我紧落车来找，哇！迄本来是柏油路，啊，即摆佮行过变石头路，啊，佮行过变迄个草啊，都是草，啊，佮行过变个篱笆、栅栏，佮行过是悬崖，下骹是河，啊，我好不容易找到偌济啊，1206啊，啊，即摆佫一栋就对啊呢，在一间就找到了，结果路不见了，我讲不是啊，啊，1208伫对，好，我就去找哦，找，然后找着一个咧遛狗，咧遛狗安怎讲？咧牵狗，牵狗嘛是安尼，好咧遛狗，我就甲问讲，迄个1208是伫对啊？哎呀个吼，好整以暇，漱漱喉咙。你有看到迄个栅栏无？有。啊，你有看到迄个迄个悬崖无？落去迄个河流安尼吼。你看对面迄栋就是1208。我要安尼去，
啊，这命来是用飞嘛？伊讲哦，你知影嘛？滑头驶转去吼，驶到一个所在吼，有一个岔路，你遐带是行倒地，你即摆爱行正地吼，你得当找到一个桥，安那过桥你就找有啊吼。好，我找一点钟去安尼，我搁驶转去。你驶迄个过程哦，我就忽然想着讲，这个动作的是啥物？转向。悔改啦，是不是？这个动作就是悔改，是不是？我若要去一直到后咧，我会去对，就落去啊嘛，是不是？哦，虽然感觉你方向是对的，1202、1204、1206，这个方向是对的啊。啊，毋过这一条路毋对的时阵，我若要硬凹，就是死路嘛，是不是？唯一的方法就是爱照迄个老人讲的。我得安怎转向？我得悔改。我本来行的是安尼，我即摆得越头无去做啊，以后另外转来的路，这就是悔改，悔改的意思。悔下这悔改无简单，无容易。反悔是一件无容易的代志，尤其反悔是一世人爱去拍拼、爱去做的代志。你无法度讲，我今日加反悔啊，我明仔载反悔啊。咱可能爱到长治迄天、长会迄天，咱有去靠迄个主题讲，我已经悔改，因为我长治了后，都有机会做，就无机会做。咱会当坚持到生命的路尾咧。迄个悔改，咱会当坚持到生命的路尾咧。咱再来看信福音，耶稣讲，日期到啊，上帝高君啊，恁大家悔改来信福音。福音什么意思？对下这福音是什么意思？有福气的音是不是？啊，福音是啥？好消息哦，用给你啊！伫迄个时代，福音当一个国家的国王有生一个囝，生王子，哦，伊就派人4个囝仔去报养，迄个动作就是啥？传福音，哦，传这个好消息。伊讲来信福音，啊，毋简单，信了就好啊。对啊，你可以造出来。信是啥物意思？尤其是伫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在讲的信，用了去透过人目去生活，去实践出来。什么叫做信？哦，迄个信是一个心内的念头，哦，毋是一个嘴在讲啊，我有相信上帝，信是这个意思。尤其伫马可福音，伊个强调头前4字。伊是照着熟悉、认识，然后去实践出来。哦，因为规本马可福音拢咧讲一件代志，咱好多书会有念第一句是啥话？毋是耶稣讲的第一句，是讲马可福音第一句。伊讲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。规本马可福音就是在甲你介绍讲，即个耶稣。就是基督，就是上帝的囝。内面16章内面，马可福音16章内面，侪角色，无论是跟底耶稣的学生，还是周围咧听伊教导的人，到尾啊拢无熟悉，拢完全无熟悉耶稣就是基督。所以耶稣毋才会安那，第二是一个第二。所以马可福音。特别强调你在照着真正的熟悉、真正的人物，照着人物耶稣基督，人物耶稣是基督，伊是上帝的囝，这项代志，啊，甲你这个人物安怎实现出来，这叫做信。信毋是一个心头，毋是一个心内的念头尔，不是一个宣告。啊，我是基督徒。我信上帝，毋是干那安尼尔，是你的性命爱干怎
甲行出来。各位兄弟，耶稣讲日期满了，上帝国临到，要悔改，要反悔，来信福音。伫即个接近圣诞节的时期，各位兄弟，咱生命内面有啥物会需要悔改的代志吗？也是完全即个路根本就毋对，即个方向根本就是一个错误。咱是毋是有啥物所在，咱要反省，我要来悔改？伊拄到咱徛伫即个社会，咱是毋是有警觉到、有发现到，咱需要悔改？啥物代志？还是啥物作为？还是啥物咱行的方向？咱需要悔改？兄弟姊妹，咱伫教会内面，咱对待咱的兄弟姊妹的款式，咱是毋是有啥物所在，咱需要悔改？咱是毋是会因为这个人我做讨厌，所以我无来做礼拜？咱是毋是会因为这个人我无介意，我无爱甲伊同工？咱是毋是有啥物所在咱要悔改的？咱若要愿要照咱家己的意思，照咱家己的欢喜，伫教会内面咧徛起，各位兄弟，咱需要悔改的代志多啊，可能毋是代志尔，这是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是毋对，这款的生命的款式是毋对。干若要遵趁咱家己的欢喜，咱家己的期望值，这个方向是毋对，这款的生命的款式是毋对。拜托各位兄弟，包括我家己，咱互耶稣基督即句话来提醒咱家己。伫伊的生日到的时阵，伊讲即句，伊讲着悔改，着反悔，来信福音。各位兄弟，咱是毋是真正有信这个福音？咱是毋是真正认捌耶稣基督对咱生命所做的一切？咱有真正的认捌，咱要甲咱这个认捌实践出来。无搁按照兄弟姊妹，无搁按照咱家己的欢喜、家己的认知、家己咱对咱信仰的一个想法去做。这是咱来真实面对耶稣基督，真实面对咱家己的生命。今礼拜柯文哲医师伊毋是基督徒，不过连伊嘛知影。伊讲咱做的代志对毋对，咱家己知影。希望即个社会，咱做对的代志，每一个人做对的代志，会比做毋对的代志较侪。伊讲即个社会无毋茫。我徛伫伊边仔，我咧思考，咱基督徒不只是安尼吧？因为咱嘛清楚咱做的代志是对还是毋对。咱会当向上帝来悔改，咱不只是对的代志做，比毋对的代志较侪。咱就爱甲所有毋对的所在，伫上帝面头前来反悔，毋茫一个顶头生的生命，无一定活会出来，啊，毋过伫圣性的帮助下面，咱往即个方向去行。我常常讲，我注重的是迄个方向。我注重的是方向，我无注重迄个程度。咱的方向若毋对，程度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无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方向，还是毋对的方向，咱常常会去迷惑，讲啊，这无要紧啊，这无介要紧，这只拄啊毋对尔，那个严重性不高。毋是，各位兄弟，迄个方向若毋对，随便看起来，迄个程度无介严重，啊，毋过时间在过，迄个程度就愈来愈严重。唯一的方法，毋是互伊的程度减少，唯一的方法是悔改，是甲迄个方向行倒来。各位兄弟，咱是安怎对待咱的兄弟姊妹？迄个方向若毋对，我无管迄个程度是严重
也是无严重。各位兄弟，咱大家悔改。为我一个做牧师开始，咱大家悔改，同心来祈祷。阿爸，爸上帝，阮每一个人承受你满满的恩典，主耶稣基督的宝贵，为阮每一个人的性命来牺牲来流出来，真正帮助阮承受这款的福气，互阮的性命真正悔改，会当透过更较深、正确认捌耶稣基督，互阮的生命有改变，互阮去实践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活出的生命的款式。阮虽讲软弱，阮虽讲无够硬，阮虽讲是有限，啊，毋过阮真正有盼望。阮每一个人伫你的圣心内面。阮行对的方向，一天一天进步。虽然是一嘟嘟仔尔，一点点仔尔，点彩互看袂出来。啊，毋过阮知阮的方向是对，因为阮是一个悔改的信仰，帮助阮，伊都同耶稣基督说，阿门。